真欢喜吼，而且大家可会当看到大家啦吼。啊，咱即摆已经进行到第177回，啊，今仔主题是巴克勒福音的台湾文化遗产。啊，本地咱是有准备邀请2位牧师啦吼，啊，咱即个系列吼，的用意就是讲，希望会当甲教会啊含即个教会外，咱即个台语文运动的人吼，甲牵做伙，而且来对谈吼，安尼咱来想即个巴克勒福音是到底是咧讲啥物款吼？除了伫教会内以外，伊对台湾一般人的贡献啊，有啥物款留落来一寡的文化遗产啦吼。啊，所以今仔日的进行的方式，咱大概是安尼吼。咱今仔日有3位即个古谈人啦吼，啊，咱3位古谈人，咱会先讲了吼，啊，来互大家发问啦吼。所以咱嘛准备讲，你若有想讲要问啥物款问题吼，咱会当先甲即个问题写落来吼，啊，伫讨论的时阵，大家做伙来讨论吼。啊，所以咱会差不多有拢总会有1点半钟的时间吼。好，安尼即个 Jenny， 你敢无伫遐啊？你敢袂当来个？你家自我介绍一下好无吼？咱无一定逐个人拢熟悉你啊。哦，应该逐个人有啦，我遮拢有熟悉，因应该拢有熟悉我。哦，对，对，嘿，我是 Jenny， 我是苏格兰台湾协会的会长。啊，你即马几个囡仔？我有2个囡仔，啊，2个囡仔拢伫咧厝，甲会讲台语。我甲会讲台语，啊，爸爸甲会讲英语。对。哦，安尼吼。啊，你介绍恁有设计一个迄个咧教台语的迄个 app 吼。哦，对，按个还未正式发表。对。按个恁逐个人咱去download啊，嘿对。安尼吼，我有去 download 啦，啊可能试啊，佮毋是讲足顺安尼，啊佮来试看觅啊。对，对，有啊，就是一定爱足侪人去甲试了，就是有问题，紧甲阮讲，阮就会紧佮甲伊修正安尼，一定爱试，无试一个 app 一定是有 beta 的版本啊，嘿啊。多谢啊！啊，咱第2位吼，咱第2位。Jenny，你敢会当甲迄个 link 寄互大家？会使。上少我毋知影有迄个 link。伊就伫咧迄个 App Store， 啊无就是 Google Play 的会当找着。我等下较来找互大家。我等下找互张医生，张医生是中国的还是 Google 的？啊，第2位吼，咱第2位的武谈人是迄个张福珠医师啦吼。啊，伊伫 Facebook 吼，的名叫做巴布扎吼，是一个迄个巴扎的名。啊，张医生，你即马敢会当甲大家介绍一下吼？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张福珠医生吼，我已经退休啊。啊，我伫普通的艺名叫做巴布扎，因为我是彰化的巴布扎族的子孙，所以我的名拢叫选巴布扎。啊，若全名是巴布扎 CHU。啊，我即马已经退休啊，即马18用。嘿，感谢你遮换吼，会当来参加吼。好，安尼啊，咱第3位吼，拜托迄个张医生，你甲麦克关起来，无遮会有回音吼。啊，咱第3位是郑伟文教授吼，伊即摆是即个立成大台文系教授。啊，迄个敢会当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哈，应该大多数拢有熟悉啦哈。我郑伟文，啊，我正伫成大台文系，啊嘛是兼咱台湾罗马字协会诶，即卖诶即个理事长哈，啊，搁咱台湾笔会诶秘书长，哈。多谢安尼吼。啊，无来，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啦吼。啊，我知影你长期拢足注重即个台语教育吼。啊，毋尔安尼，你嘛阁有
即马你嘛是现任的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的会长吼，啊，你佫也有设立一个台湾文化基金会吼，啊嘛有咧要举办即个台湾罗马字研讨会吼，已经举办几届啊吼。啊，照我所知，你毋是教会的人啦吼。啊，毋过你对教会罗马字较会遮尔热心，啊，你嘛相信讲要教台语，爱为即个罗马字来设立，你敢会当甲人分享即部分的过程安尼吼？好啊，即摆分享好，还是大家介绍了再那你就开始讲。即摆咱即摆咱有两个，咱介绍咱有2轮的时间啦吼。你就是讲你了，你即摆你讲了，啊来较我来请即个张医师来讲吼，啊来较了解你吼，啊来了较佫转来讲安尼吼。好，我想我学即个白话字吼，是大学的时阵，迄当时就用即个台语写吼。啊，台语写头都嘛要对罗马字无熟啦，吼，啊嘛是学过足侪种无共的罗马字啊，吼，啊尾也是有一届吼，真拄啊好，啊我一个算学弟吼，虽然年纪比我较济，啊毋过伊是做兵了才过来读册，啊伊捌去过教会啦，啊去教会伊就摕一本世界本啊，迄白话字的教科书互我，伊讲啊这当写台语哦，啊我想啊这是啥物件，我就好奇啊，吼，啊摕来看。啊了呢开始接触到即个白话字，我想尾后我看过来，这个真简单呢，啊所以第一届接触到即个白话字是用安尼真意外的机会啦，啊尾当然搁后来嘛，迄当时搁有熟悉即个阿仁，甲阿辉，因迄当时办台文通信嘛，迄当时台文通信嘛用白话字，所以我感觉即套都袂歹用呢，啊嘛真好学，所以就开始就咧学，啊了呢，当然就对着即个白话字。即个历史呢，愈来愈接触愈侪，啊，佮加上我后来佮研究即个越南越南因即摆用的即个罗马字呢，简单讲，就亲像白话字安尼啦。早前是教会伫用的即个罗马字，啊，经过几啊百冬的发展了呢，落尾呢，伫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的时阵，因嘛是用即套罗马字，啊，当然伊内底有小块的。小小修正尔啦，迄种修正就亲像白话字较早100冬前，甲即摆白话嘛小寡小块无啥共吼，不过基本上伊也是白话字啦，所以你看人越南嘛是安尼，你像印尼嘛是啊，迄嘛是拢传教士用的啊，也就是讲若是对着历史有看中，咱有要意着迄历史看中伊的即个传承的时阵呢。咱就感觉即个白话字是介重要的啊，尤其是咱即马要讲到台湾文学，特别是台湾新文学，用白话文来创造台湾文学。即你若无甲白话字算在内吼，安尼咱的白话文的文学段为1920年代才开始讲起呢，这就是真侪过去台湾文学界遐白话字的青面牛啊，就是毋捌台语、毋捌白话字的人呢。因讲的白话文运动拢为1920年代，就是为中国武术白话文遐开始呢，才讲台湾受到因的影响才开始，但是你若甲白话字甲算落时，其实咱比因早30几冬啊，为这个巴克勒牧师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1885年开始有一个正式的报纸，有一个发表的年代，有一个发表的机关报，一个刊物。这比中国因开始有白话文的即个杂志，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因1915年才开始有啊，咱比早30冬啊，所以咱也是用白话字甲算入的时阵，台湾的文学比中国白话文的文学早30冬啦，所以这重要的。今仔咱若甲白话字甲单调，你用教育部迄套万罗啦，刷单为2006年开始算起啦，2006年。到真都还袂20岁咧，本来咱是比中国早30冬的先摆呢，结果呢，即摆刷单变做受伊影响，佮变足慢才开始有啊。历史足容易互篡改去，所以呢，尾后我对着白话字愈来愈看重，就是安尼。我看人越南就是安尼啊，人越南尊重历史，虽然讲迄是传教士的，
但是尾啊变做全面的文字啊，都毋是敢教会人伫用尔。我敢会等甲你插一个哈。是，你迄阵啊，你当时较捌巴克勒即个人，你讲你白话字是你的朋友甲你介绍的嘛？你当时你伊当时介绍是白话字的教科书，就教会迄本薄薄啊20块吼，迄本学白话字的教材，吼。啊尾啊开始会知影巴克勒啦、甘威廉啦，是读着即个迄个赖英雄，哈，赖英雄长老呢，伊有写一套的册，教会思维即2、3、4、5，吼。啊头前迄2册上重要，所以迄当时呢。阮着嘛是无意中啦，吼买着伊诶册，啊然后去读伊诶册，才知哦原来呢，啊台湾早上遐济白话字诶历史，啊所以我对白话字了解是为赖英雄长老伊诶教会思维遐开始了呢，才感觉讲哦这个真要紧呢，所以才开始去做白话字诶研究，搁做巴克勒相关诶一寡研究安尼。你对巴克勒即个人诶，即个伊诶历史啦，哈，伊本身伊做伊诶精神啊，伊主要伊咧讲诶论点，除了讲创办即个教会公报台南市人院哈，这以外，你感觉对即个人你敢有认捌？是我对伊嘛是普有一寡基本诶了解啦，吼。伊真少年就来啊，吼。伫一生呢60冬。伫咱台湾60冬吼过身，伊嘛待伫咱台南诶即个基督教公墓啦吼，会使讲是一生拢奉献互咱台湾啦。伊嘛无为着讲吼，要做总统啦，要做立委啦，吼，伊就是点吼，会使讲伊除了是教会诶启蒙之外，我感觉伊对着咱早期19世纪文化诶启蒙非常诶重要，会使讲是非常诶重要。虽然伊原底是Scotland诶人。毋过会使讲60岁，伊一生大多数时间拢踮伫台湾啊。若要就咱即摆政治用语来讲吼，伊嘛通算台湾人啦。吼，你看即摆真侪假台湾人咧，拢比伊较不如诶呢。吼，颠倒咱这巴克勒牧师呢，会使讲是正港诶台湾人，而且所做诶工作拄好就是文化诶启蒙，嘛奠定着咱台语现代白话文诶书写诶标准。这嘛真重要，这拄好甲越南，越南早期嘛是有一寡牧师啦，类似安尼吼。但是因上早开始创办报纸，是一个越南人啊，叫张永基，因比咱早期10冬啦。早期10冬尾啊人1945年呢，尾啊人就独立建国了，因就宣布用迄套罗马字正做因的国语字啊。废掉汉字。迄个年代是1885年嘛，哈，所以是清国。1885是巴克勒牧师创办创办这个报纸嘛，哈。所以就是会使讲，咱这个台湾开始接触到这个较现代文明，哈，开始会当用文字来了解世界的消息，哈。可能是有一寡大部分是一寡教会来的消息，嘛，毋过内底内容其实哈嘛有足侪国际的这个消息啦，吼，所以会使讲，咱这个台湾踏入去这个世界舞台，接触到世界文明，会使讲是不止啊早。真济。日本人来，咱即摆足侪人拢会想讲，哦，日本人来，咱的台湾现代化，吼，真有贡献，吼，因为迄阵啊开始，毋过大家无了解到讲，其实伫台南遐迄个所在，吼，真侪人。伫1885年开始，因为有白话文字简单的关系，所以就开始会当接到这现代知识。事实上，遐足侪白话字嘛，有一寡即个内外科看护学，吼，就是安尼，有关这医学的知识，吼，包括中英中学开始遐所用的文字嘛是白话字啦，吼。所以照讲起来是巴克勒，伊除了传福音来到伫咱台湾的即个所在吼，伊其实伊嘛是带着即个西方啦吼，还是讲西方，介就是西方的即个比较现代文明吼，入到台湾啦吼。这段即个文化遗产吼，介先较少人吼，较少人去甲
咧教啦吼，假设咱咧较少人去记接着啦吼，所以咱今仔日即个论坛吼，咱就是要来讲巴克的福音留互台湾的文化遗产啦吼。安尼你敢有要搁补充啥物？有迄个咱台湾罗马协会哈，今年嘛有一个系列有关巴克的牧师来台150周年，兼伊即个台湾字报纸140周年的一系列的活动啦，哈，咱即马有当咧规划啦，哈。我简单小讲，内容包括咱5月份开始有即个罗马字文化节，文化节内底有包含着即个巴克的牧师，伊的相关甲白话字有相关的即个文物啦，种遗迹啦，古迹啦，的导览，嘛有即个白话字的拍字比赛、听写比赛，搁有即个文书的比赛，搁来咱即个10月呢，咱嘛会办即个第9届台湾罗马字的研讨会，兼即个第6届台湾国际研讨会，咱即2个会会做伙办。咱以往呢做伙办加足热烈的啦，就讲一个是台湾台湾甲活人比较研究，一个罗马字研讨会，即个罗马字研讨会咱长去真久今年呢我阁有要复办第9届，按算伫10月25、26会做伙来办即个研讨会啦，另外呢，咱即马嘛要做即个纪念的钱母，就是个金币纪念金币咱这呢是甲号名叫文化的钱母啦，因为台湾人呢拢爱趁钱啦，所以咱这就要甲这个文化呢，甲结合做伙，用这个巴克牧师来台150周年，兼台湾是报纸140周年，咱有做一个金币，金币啦，当然迄是镀金的，毋是正钢金的啦，内底有迄个巴克牧师的人头像，背后呢，搁有迄个台湾字，台湾府城教会报的迄个字，等于有即个象征意义，即咱即摆最近嘛开始咧准备，有要互人会当来赞助来一个纪念的钱母啦，文化的钱母啦，就希望咱台湾的文化会当互伊搁较青颖啦，这嘛是就要纪念即个巴克的牧师来台150周年，大概有这个活动，我小简单补充一下，安尼真精彩哦！有一系列的活动啦，包括咱顶礼拜咱嘛咧讨论的时阵，咱嘛有讲着讲，颁奖的部分嘿，颁奖搁有要来举行即个美术的即个比赛咱这办法慢慢一直拢一直咧筹备中啦，好，无咱较顶咱搁请你搁请你入来讲那咱第2位咱来请迄个张医师啦张医师你敢是教会人？毋是，你嘛捌咧教会嘛无。我是要请教讲我知影你迄个甲迄个字学牧师你迄台语文化教授，你伫遐做班长做足久的嘛我是要请教讲，你对安尼就近观察即个字学牧师你毋知对有啥物看法敢会当讲对伊遐看着讲巴克的福音留落来的文化遗产安尼。好，我先补充拄只蒋伟文教授无讲到有关巴克勒牧师的贡献，我补充一个啦巴克勒拢总留互咱台湾是有4项物件啦一项就是圣经，一项就是台南神学院，一项就是台湾府城教会报。搁一项是伊对信仰的坚持甲模范啦这4项我想无需要说明，大家拢会知啦伊搁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讲伊对16岁开始，伊就伫生日的时，伊就立志讲伊这世人要为主奉献，就签一个叫做迄个
甲主签一个契约啦。伊每一年拢会阁签一摆，生日到就签一摆，所以伊拢总签69个。但是这个代志伊拢无甲人讲，伊到尾仔死去了，同事才伫伊的留落来的物件看到吼。所以这就是意思，就是讲伊做代志真谦卑啦。伊虽然有做足侪代志，但是伊袂家己去偏捧。搁一项就是讲，伊创即个白话字了，不但教圣经，伊阁有教天文、地理、现代科学，嘛有教英文。所以对在梁光兄讲，台湾人对即大家去接触到世界，这是事实吼。另外就是讲，伊嘛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伫教会内底讲课的时，因为早前台湾人对即个外国来的教会是真敌视的，早前甚至有发生台人放火，有一摆就是伊伫咧教会咧讲课，民众摕迄个八桶的迄个屎，那个破教堂啦，嘛有去破着伊的身躯啦。伊真冷静，伊无受气，伊就讲这真可惜，这大肥若压伫田的菜就会较大丛，你压伫我的身躯，我也袂较大汉啦。这是我补充拄则维文教授无讲到，佫另外一项较特别就是，1895年日本人来台湾占领台湾的时。伫真侪所在，伊拢有台人放火，因为伊要起来，当地民众无要接受，所以因就台人放火。来到台南的时，迄阵这看势，台湾民主国这老英和这人已经早就落跑去啊吼。府城内底大家拢足紧张的啦，惊讲日本人毋知抬入来袂。所以就规定人走去甲巴克勒牧师拜托，讲你是毋是请英国这个代表出面去甲日本人讲入来莫甲阮抬巴克勒牧师伊就讲，我会当替恁讲话，但是恁要讲啥，恁写一个请愿书，所以伊就摕着台湾府城民众的请愿书，半暝啊。行路出去，迄个二战行街的日本兵仔兵营遐，迄个过程，事实上我看册咧写是讲，冒险啦，因为半路有日本兵可能会开枪甲拍死啦，伊就照常去到日本航客啊，二战航客啊，甲日本人讲，过段工才和平入城啦。因为若毋是伊带头去甲日本人安尼讲有可能过段工日本人入来，毋知杀死偌济人毋知影啦这嘛是算伊的贡献。好，即摆转来讲，拄则梁光遐问我，就是讲电子业牧师，我对伊遐尼久，我有除了甲伊学着白话字以外，敢有佫学着啥啦我拄则小可整理一下，有啦，有学着袂少物件啦。第一项就是伊对即个信仰的坚持啦，伊对即个上帝有影足虔诚啊，所以我尾仔有去互伊影响着我三不五时嘛会走去教堂啦，有时我家己感觉头壳乌白想会紧张的时，我嘛会静静安尼祈祷。叫上帝赐予我平静啦，这就是第一，就是我确实感觉伊对宗教的信仰足虔诚啦。第二就是伊的文化涵养足宽、足高、足深啦。伊了解足侪无共款的文化，因为这个中间伊受到教会的委托，伊嘛。定定爱走外国，
所以伊足侪语言伊拢会晓，伊甚至会晓用德国话写论文。所以伊的文化思考足快，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伊做台湾喙青迄篇文去互国际的叫做什么诗作的什么协会，甲伊扣去，有着赏。迄首诗有着赏吼，所以迄首诗尾啊，萧泰然教授甲伊谱歌啊，咱即摆有真侪人拢讲，迄是台湾的国歌吼。即摆足侪人拢咧唱，迄首诗确实足感动啊！迄有影足感动啊！尤其萧泰然的音乐配了，迄确实足感动吼。这是两项我感觉上介深的啦，吼，我对伊遐学着的啦。但是伊嘛有伊一个较负面的物件吼，我爱讲就是伊足坚持毋过伊无法度甲人妥协，无法度甲人盘烂，甲人交陪，所以伊捌甲我讲，伊讲我伫教会内底是足个人怨的啦，吼但是这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伊足坚持教会的迄个系统就对，像讲这个白话字，伊就认为讲这是上帝早来的物件，你太会使甲废掉的。所以尾啊教会开始要采取无要用白话字继续的时，伊就足火大。1993年，1993年开始甲白话字废掉嘛。1994年就开始开迄个白话字的教室，我就是伊第一期的学生。尾啊，伊嘛有写过一篇论文，叫做《上有台湾意识的长老教会出着歹子孙》。伊就是讲这上帝的福音无应该甲放弃安尼。嘛，因为伤过坚持，所以伊甲人歹做伙，这是伊的，我感觉伊较可惜的所在啦。大约是安尼。多谢你的分享吼。我做一个长老教会即个会员吼，你讲的遮足侪我嘛毋捌啦吼，所以是真正真可惜。希望讲咱即个有长老教会的信徒传统的遮有机会来听到张律师即段话啦吼。佮转来吼，我想要问你啦吼，我捌听你嘛捌介成是你讲的吼，介成即个林俊国长老嘛有讲着讲吼，到尾伊足年老的时阵吼，要过身进前吼，又甲你讲着讲咱速度行伤紧吼，咱的同志对袂着啦吼。这到底是啥物款意思？当你第二轮的时候，搁来甲大家讲一下安尼吼。安尼来，咱后一位吼，咱请即个Jenny 哈，Jenny 你好，你敢有伫遐？但我要请明仁先先讲，阿仁老师先讲好无？安尼吼。阿仁老师，你敢有准备啥物个？不要紧啦，你先讲好啦。确定咱搁会当个，咱才讲了吼。阿仁搁会当个继续。你先讲，咱照顺序安尼落来啦，好无吼？我要请教你，就是讲吼，你伫啥物款机缘啦吼？走去到即个苏克兰吼，而且你参加即个苏克兰的教会吼，拢是真侪遮的宣教师来的舞会啦，吼。所以你这段经历，我感觉讲足人啊特殊啦，吼。敢会当请你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你有2遍的时间的机会通讲，第一遍讲无了，你第二遍就当个继续讲安尼吼。我拄则有看到阮学弟叫做 Ted 宋，伊是台南新学院的即马台南新学院的老师，伊是2018年的时阵来台南新学院送来阮爱丁堡的新学院读新学的学弟叫做 Ted 宋，伊伫顶悬 Ted 你若有看到，你等下甲大家人拍招呼。然后
就是我是安那记住的，应该是我2005年的时阵，我是过去遐，阮先生迄边全部拢是长老教会，但是我迄个时阵嘛毋知影讲，台湾长老教会甲苏格兰长老教会有啥物款的关系，因为我是2000年的时阵受洗咧，我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我去到遐的时阵，我的先生，我当然知影讲，阮的大家因拢是长老教会基督徒，但是我毋知影讲因甲台湾有啥物关系。我过去遐的时阵，因接我的迄个牧师，趣味的就是我伫遐我听无苏格兰话，应该是讲听无苏格兰人讲英语，因明明就是讲英语，但是我听无。嘿，你手真重，还手真重所以我迄阵都 frustrated，所以我就是我迄阵就是找无家己的，找无一个教会通去嘿我是去阿伯丁，迄个时阵，因为阮先生会头路伫遐，所以我就跟伊去遐。我就是伫咧做 frustrated 的时阵，有一工就是伫咧街仔路咧行路，然后我就伫遐哭，我就是甲上帝祈祷，我讲，如果若有机会，敢会当互我去一间我听有的教会，安尼，嘿，然后。但是讲，我还未补充的是，虽然阮大家讲因是长老教会，但是因是伫咧，因拢住伫咧英国内，因我去的迄个所在，的教会无因的教会，所以我迄时我嘛是听，就是到尾我就好，所以我去到阿伯丁时阵，就是祈祷了，我就坐伫咧一个人，就是坐伫咧一个店家门口安尼，休困了，我就徛起来，回头一看，我就是看到一个基督长老教会的迄个 burn banat， 就是迄个树我就讲，这是长老教会的标志，对，我就甲阮先生讲，遐有一间长老教会，那阮是毋是应该来遮一下？因为迄个时阮先生是伫迄个教育的公司上班，所以伊其实大部分时间拢无伫咧厝，拢是我家己。所以有一日伊就讲，会使，伊嘛是大汉了，伊嘛足少咧聚会，所以伊就讲，会使，伊就陪我做伙去迄间教会。我行入的时阵，迄个牧师，伊就甲我问讲，我对伊迄个牧师第一句英语我就听有，对，原来伊是一个英格兰人，但是伊就是因为Presbyterian 应该是讲长老教会伊伫咧 London， 遐有一个church， 因迄个时阵派来台湾，拢是叫做 Church of London， 结果但是因为无好是伫咧苏格兰，对，这就是苏格兰历史 anyway， 反正就是迄个老师伊就教我讲英语的第一句，我就听有，伊是问讲我对倒位来，我甲伊讲我对台湾来，然后伊就甲我讲，台湾就是 Formosa 就是因迄个长老教会有送足侪牧师来台湾，安尼。讲实在啦，我甲你讲，迄个时阵2005年，我当受洗咧5冬，但是我迄个时阵，我规个人的状况就是一直就是礼拜去聚会，去遐甲人食饼、啉咖啡安尼尔。所以我毋是啥物做有啥物圣神感动迄种诶人，所以而且我嘛毋知影到底长老教会是啥物款诶历史。但是我知影讲，我出世的所在就是高雄遮有马个牧师基丁安尼尔，但是其他我都毋知。然后迄个牧师竟然甲我讲，
伊即马就是迄个时阵，伊咧帮马阿格牧师recover 马阿格牧师写诶台语圣经，哇，所以伊讲真好，因为有足侪台语，伊会当问我，哇，因为伊就摕迄个 recover 诶版本诶，就是伊讲伊就是每一礼拜拢每一个月拢会落去London遐去看迄个 recover 迄个白话字诶圣经啊，就是要甲 recover 啊，所以伊嘛一面伫迄个白话，就是其实伫咧London 迄个所在聚会，就是有一群老诶台湾诶牧师英国人，但是因会晓讲台语。啊，伊嘛晓讲原住民语，但是因就是白人。然后即个牧师伊就是最趣味诶，伊就是派来阮诶海南遐在做牧师，然后因为每一个月拢会落去London遐做即个 recover 诶工课，啊，所以就是对遐开始，我才知影讲 ，OK， 台湾甲苏克兰其实有做亲诶关系，对。然后，就是对遐开始，就是我后来才发现讲，我去的迄个教会是范伟林牧师的后裔。范伟林牧师就是迄个，嘿，伊的后裔，迄个。跟甲二店迄个牧师。对。啊，迄个到尾对，就是因后裔的教会，对。啊，过来就是我后来就搁搬去爱丁堡，因为我是对阿伯丁搬来爱丁堡啊。爱丁堡的迄个教会内底，我本身的牧师，伊是长老教会的总议长，就是台湾的长老教会每一档的5月，毋是台湾，也是全世界的长老教会每一档的5月，拢爱转来伊的。发基的所在就是爱丁堡遐，为一个世界长老教会的 meeting， 对啊，所以世界长老教会伫咧迄个5月，伫咧爱丁堡的 meeting 内底，就会讨论济未来搁一档世界长老教会要参与的事工，啊，搁有长老教会所有，就是长老教会政治的 headquarter 就伫爱丁堡，啊，我伫爱丁堡迄个牧师，伊就是迄个时阵，我去的时阵是总理长，然后伊就有甲我讲，因为我就甲伊问讲，啊，所以马阿哥甲台湾遮尔深的关系，我其实迄个时阵当有一个想法啦，就是我要安怎透过即个关系，甲台湾甲英国。外交透过即个方式，会当个 link。安尼吼，敢袂当你伫第2轮吼，过来讲即段经过吼。我知影你有邀请因来吼，搁去高雄，搁去台北，即个经过嘛真精彩吼。搁另外我若了解无毋对，就是讲巴克咧吼，伊虽然是即个苏克兰的教会，毋过伊找伊来台湾的应该是英格兰教会找伊来，所以含你的牧师应该是即个系统不止啊共款的款，吼。完全是共款。安尼无确定啊，请你第2轮的时过来继续讲安尼吼。安尼咱个转来即个周教授啦，吼。好，周教授，你遮有拄则你有讲到要办一系列的即个纪念巴克勒活动吼。啊，我是真好奇讲吼，你即马要做一个即个巴克勒金币吼，嘿，啊，这有咧卖无吼？啊，毋知要去倒一搭体安尼吼。即个吼，阮已经设计好，最近拄设计好啦吼，啊，已经交厂商咧做啊，啊，有个差不多5月会当做好啦吼。啊，咱大家伙嘛，最近嘛较侪活动吼，啊，最近咱就会嘛来做即个驻文赞助，
吼，即个方案吼，啊，等于是赞助台乐会办活动的一寡经费吼，因为咱台乐会呢啊嘛真欠经费，咱真侪活动吼，啊，因为咱大多数拢袂瘾甲中华民国请经费啦，吼，啊，所以咱就爱家己倾经费吼，啊，所以咱啊念呢嘛会即个纪念巴克牧师的即个金币会出来，啊，到时咱会互人来做赞助安尼，啊，这经费就是咱台乐会要办活动的用途，啊，上面嘛真有纪念意义啊，咱即摆吼，即摆台乐会啊，搁咱笔会吼，遮友好的遮台湾团体呢。我遮拢逐当咱要甲尽量做一寡甲白话字有关系遮个文物出来啦，因为遮物件互伊佫活起来呢，互伊毋若白话字讲停留伫过去的历史尔，伊互伊变做有实际诶，咱当代人佫会当用吼，所以咱过去譬如讲，咱嘛做过杯啊啦，做过册牌啊啦吼，也是讲啊一寡有诶无诶吼，想会到一寡纪念品呢，啊顶头咱就拢会甲放白话字起哩，吼，目的就是要白话字佫活起来，互咱伫生活当中。嘛，佫会用一下呢，吼，啊，所以咱今年就是即个纪念钱，啊，多好呢，台湾人吼拢做下钱的咧，吼，啊，咱就用即个文化的钱母啦，吼，咱知影迄前过年前吼，足侪人拢爱去庙寺呢，去讨一下钱母者吼，互伊发大财咧，啊，咱遮嘛是用即个共款的概念，但是咱即叫做文化的钱母，要话咱的文化呢，会当佫较青扬咧，吼，啊，即个基础会当发了较大、较旺嘛，吼，啊，所以咱就做即个文化的钱母安尼。啊，所以即个方案你最近提出来哈。我甲你请教一下哈。我想讲，你过去你嘛有带囡仔去即个教育公报社遐，讲台语遐活动嘛吼。啊，我想要请教一下，讲咱先台文系也好，还是讲咱迄个台湾罗马字协会也好吼，甲教会敢有啥物款的活动安尼？有啊，咱甲教会嘛是拢有真好的互动啊。啊，比如讲咱甲公报社，哦，还是讲甲太平间教会、东门教会遮，啊嘛拢有平时拢有真好的一寡活动。啊，顶个月即个咱东门教会因嘛有办即个有关啊巴克牧师150周年的纪念的演讲吼，我甲Jenny，阮嘛拢有去讲安尼，嘿。哦，真好，好，安尼请你继续来分享啦，吼！我是感觉你是互我真钦佩啦，吼！啊，人拢开即个公诶去请经费吼，你拢开始诶，家己去设基金会吼，啊，而且安尼咧拼吼，啊，真坚持啦，吼！啊，所以你即个价值诶中间吼，你感觉讲若平平咧推广即个白话字啦，吼，用平平咧办活动啦，吼。你有感觉讲，咱这价值啦吼，比如讲教会界的价值，含这咧咱这个办这个台语文运动的这个人吼，的精神吼，啊有啥物款的相像，啊啥物款的无相，还是讲教会内的文化含这个一般的吼，咱社会文化吼，有啥物款的隔离啊无安尼嘿，啊。好，多谢哈。这分两点来讲哈，第一点就是讲有关这个体制内的申请补助哈，因为目前这是中华民国政府啦，啊我是无相信，啊事实上20-30当来嘛印证我的看法啦，中华民国政府毋是真心咧推销台语文啦，迄拢做假的啦，迄拢是讲我歹听的吼，因互中文、互北京话资源吼，是咧食满汉大餐啦。啊，咱敢若去食吼，讨一碗暗糜啊，伫啉啦。啊，伊就讲伊对咱足好诶啦。吼，咱咧啉暗糜啊，啊揢骨头，讲安尼对咱足好诶啦。啊，过去是拢含一碗暗糜啊，都无互咱啦。吼，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即中华民国诶即个教育部也好，文化部也好呢，因为我嘛记接足久啊，吼，伫生态嘛20几冬啊，吼，无影真心诶啦，吼，无影真心诶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两个出着，譬如讲定定军是做有心要做。毋过，伊下骹诶人都拢中国人啊，伊遐公务员拢中国人啊。你台湾也无独立建国，无甲遮中国人公务员啊，甲死头路顶个请一批新诶人吼，无效啦。下骹人袂真心要做啦，啊，所以呢，我对这中华民国政府无信心啦，是安尼啦，觉悟啦，我是真觉悟啦，啊，第二点就是讲着。甲即个教会即部分吼，咱来观察讲，
真可惜啦吼。咱长老教会无采进前咧伫台湾文化、台湾语文有创造真公营的历史吼。毋过这历史呢，拢失传，知影这历史的拢老一辈，像讲陈玉牧师，也是讲较老一辈，拢70、80岁以上啊，话拢过往去啊啦，话已经老壳壳啊啦，少年辈拢顶无起来啦，这少年拢顶无起来啦，会使讲少年辈应该看重着宗教的信仰的传教尔啦，对着语文拢无啦，所以你看即摆足侪牧师含台语拢无啥样讲啊，嘛无看重嘛，所以呢，即摆教会内底伊对着台语文袂重视，对着白话字伊袂足要义，嘛看会出来，伊都断正呀嘛，断残去啊啦，这就真无法度不过这嘛有一个好处啦，换一个角度就是讲安尼呢，会当互人知影讲白话字毋是干教会人伫用尔。教会外的人愈来愈侪嘛会用，你只要历史感有台湾历史感的人，你就愈来愈侪人伫用。你就像当初时越南因咧推崇罗马字的时候，拄开始嘛是拢教会人伫用尔。你一开始你也用教会，你互当作你就是教会人较会伫用迄啊。一开始越南的人一般的民众嘛足歹摕的嘛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了呢，豆豆呢，毋是干那教会人伫用，是教会外。嘛开始有讲有觉醒，有伫用，所以换一个角度嘛好啦，拍断手骨颠倒用颠倒安尼呢，较袂互误会讲这白话字拢干教会人伫用啦，所以这嘛是有一个好处啦，当然这个，所以咱即摆呢，我拢甲白话讲，这是全民德的文字啊啦，已经毋是教会内底专用的文字啊，颠倒即摆。较积极伫用的，确实呢，足侪拢教会外，拢也毋是教会内的人所以当然，咱是希望全民啦，不管你是毋是教会，毋是教会，拢会当来用，这是受台湾的历史观来讲呢，白话字，这是台湾文化的宝啦，这呢是甲咱台湾人毋捌宝尔啦，你敢知人中国都知影呢，差不多10几年前迄当时厦门因遐来过来的。即个学者啦，来拜访教会公报社啦，迄阵人来要创啥？因要来找白话字的文物啦，因来看教会公报社佫有偌济白话字文物，佫迄印刷机有诶无迄当时听讲因嘛本来有想要买啦，好佳在公报社无遐戆无甲遐资料卖互因啦。因迄是要创啥呢？尾后我甲了解因就是要甲联合国申请。文化遗产啦，伊要甲白话字登记做中国闽南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讲伊要做文化的统战啦，伊呢，若互伊登记成功，后盖呢，伊这白话字就并入这个闽南内底，闽南就中国的地方的一个文化嘛，这是迄当时因的目的啦，当然，好佳在咱台湾这边嘛真清楚啦，无甲这个相关的文物全拢互因。咱有一寡方案啦，所以这就是讲咱台湾人家己刷单拢对这呢无重视啦，这上主要就是拢迄个教育部这个万落害着即摆真侪人呢，刷单拢干咧用万落，其实呢万落呢，伊当初时伊嘛保留着一部分，就是教会罗马字白话字这部分的用字譬如讲乌一点。个恩恩，伊迄当时这叫做变通版啦。上早呢，伊迄当时拄好我嘛教育部的这委员迄当时我是提案乌一点甲上漂迄个恩呢，迄叫做传统版，叫做正式版啦。但是尾呢，因就无伊要甲用恩恩啦，个乌呢，迄变做正式版。咱白话字这个叫做传统版啦。但是不管安怎啦，咱当初是2006年，迄当时有一个妥协，就是讲袂使强迫民众卖用，袂使强迫人放弃白话字呢。迄当时有共识，大家伫妥协的时阵，拢有共识呢。就是讲，你万落要用，迄是干那要解决国校国中尤其迄当时国校上主要嘛学校的教材个这个教学顶头呢，卖互遐个。
即个编教材人困扰，嘛莫有老师困扰，莫互你照靠我爱学，并无讲你着爱甲爸母就放弃哦。结果后来呢，自从马英九起来了呢，因才着拢甲你改变啦，从此拢无要讲啥物有迄个学一点甲上漂恩，啊，着迄个传统班伊拢无爱讲啊，嘛从此拢无爱讲啥物爱尊重爸话字，一律拢叫人都用万落啦。好诶，迄当时教育部上头啊，就是大家有承诺哦，所以第一本用教育部成员教育部用万落的教科书教材是我出的呢。迄当时我迄个台湾元气宝典用俗语来讲台湾的历史，迄本就专落的啊。迄当时为了配合要支持杜正胜，迄当时我嘛甲伊请补伊。教育部佫有补助我呢，迄当时就是用万落，而且迄个万落就是用传统版啊，学一点甲恩上漂的恩啊，迄当时教育部嘛拢同意的啊。我是第一本支持即个杜正胜的呢，迄当时拢 OK 呢。结果后来马英九因起来了呢，刁工伫咧人教小家，要互万落来欺负白话字啦，要来甲白话字啊食死死。才开始讲哦，拢袂使，拢干那用一套尔。对啊。啊，迄当时等到吼，马英九时代佫捌发公文，包括咱成大嘛收到呢。伊吼商定标准，伊讲吼啊，基于民主的精神呢，你若办了无爱用，你会使佫用一套，迄套叫做通用拼音。马英九来调解安尼，背后就通用迄西人的啊，迄无法弄讲。听着遮吼。民主啊，若爱民主太颠倒甲白话字，拢甲排除掉。讲吼，你若万落无爱用，会使选择用通用。哎嘛，调解因为通用甲中国较通啊。通用迄套就是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修改过来嘛。伊修改，伊才换15%嘛，保留85%拢共啊。这是伊笔传甲你讲的啊，伊的论文甲你讲的啊。吼，伊是为汉语拼音遐修改过来。我来分享我一点看法啦吼。你拄则咧讲的讲中华民国吼是咧应付啦吼。啊，咱好的物件，伊颠倒无爱用颠倒，要甲你安尼加难看安尼就对啦。吼，这点我是感觉讲真同意啦吼。啊，来，我即摆是拢安尼甲像教育部即套因的定位吼，因的定位本地因就毋是定位做文字啊啦。哦，伊的正式的名称是号做即个什么台湾闽南语拼音什么标音方案嘛吼，所以伊基本上因就是另一套注音符号安尼尔吼。啊，那白话字其实较正确的讲法，应该我是来讲是白话字的白话文就对啦吼，台湾的白话文，而且这是大陆会创设的宗旨，而遐就讲足清楚。就是讲所有的台湾罗马字，就是教会罗马字，嘛叫做台湾字。所以这是我即摆就是讲好，不要紧，我嘛会当接受即个教育部的即个拼音方案。毋过我是甲伊当做拼音啦，啊，其实这嘛有符合即摆咱即个介绍的网络咧使用的习惯啦。对啦，全部拢写罗马字的我是足罕你看到讲完全用教育部的拼音来咧写专落的啦啊，毋过大部分拢是用写出来大部分拢写白话字，而且即摆即个 AI 的翻译嘛是差不多拢安尼啦比如讲我来甲英文的报纸啊来切一份啊叫 Gemini， 我用英文来写我是甲写讲 translate to Taiwanese， 我嘛无条件甲伊讲是要去translate白话字还是啥物款，伊自动伊就白话字出来啊，是算找白话字啊，有时嘛会搁附全部汉字的文章出来，所以我即摆是对即个文字的即个符号的部分我是感觉讲我尽量的避免含遐个人相争啊啦因为较济嘛无效啦啊，毋过我是感觉讲咱有迄个信心，到有一天，因为即个白话文然后白话字会成说咱台湾国也是讲不管咱政体咱不管啦有一天会变做台湾的正式的一个官方的
正式的一个文字啦，吼。啊，这是我一直咧追求的目标啦，吼。另外，我要分享拄则，这嘛是算讲一个见证啦，吼。就是讲，我的兄哥梁伟吼，伊有一阵仔去做迄个国务推行委员会的主任嘛，吼。啊，照伊咧甲我讲啦，吼，伊甲我讲，伊去啦，吼，变做车马费一个月6000块台票啦，吼。啊，下骹拢无啥物人啦，伊会当带入去的，袂当带啥物物件，所以伊遐个行政官僚吼，伊配合的遐个人，拢是教育部系统的啦，啊，袂晓讲台湾话啦，吼。啊，所以伊即马若要遐委员咧选入来吼，大部分嘛是搁教育部指定入来，啊，所以伊就条件甲你指定讲你无共款冲突意见的人拢入来，所以规个拢灰煞煞。所以拄则伟文你咧讲的遮，我是会当真同感，就是讲即个伫即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吼，啊，其实是对台语的推广吼，介少是无迄个心啦吼。啊，讲较歹听的，伊条件要安尼应付，安尼要甲体制啦，咱抵制啦吼。啊，真多谢即个伟文的即段分享，希望咱搁刷来咱论坛你会当较接来讲吼。因为我知你代志足济啊，有时啊讲吼，你遐咧做诶足无闲啊，拢足惊去你交叉着。后来咱搁刷来，咱请即个张医师啦吼，张医师你搁继续来讲即个拄则有关即个第二个牧师吼，即个经过吼，请你甲麦克拍开。你拄则问我讲，你有听我甲迄个啥？准了长老讲过，讲牧师甲阮讲，走了伤紧，人对袂着吼。事实是安尼无毋对啦吼。这我小可讲一个历史吼。因为牧师甲阮熟悉是1994熟悉的嘛，吼。啊，阮伫2002年的时，牧师满80岁，有甲伊做生日，啊嘛有出一本纪念册。啊尾啊，牧师就是伊逐年若 Christmas 到，伊就招阮讲，大家来 Christmas 聚餐，啊顺续感恩啦，顺续唱圣诞的歌曲啦。所以迄个历史我伫高雄遮嘛有留啦。我到即马大部分逐年 Christmas 若到，我就招阮高雄遮的朋友做伙聚餐，啊，就比较牧师迄个模式安尼。伫高雄遮，即个历史，即个传统无断去啦，敢若迄个中国戏院迄站啦，啊，甲旧年啦，旧年阮固定的迄间餐厅，我伫咧唱歌去，互阮食甲倒去吼，无，全倒打关门啦吼。所以无去办啊，但是尾仔佫换人做头家，即么佫开啊吼。所以阮今年会佫办。啊，所以阮每一年 Christmas 到拢会和牧师做伙聚餐啦吼。啊，伫即个做生日的2002年，阮有甲做生日，过来阮就干那聚餐尔，无甲做生日。但是伫2014年年初，牧师就甲阮讲，我爱要做生日，啊，所以阮大家就甲伊参详了，就甲做生日。迄阵伊93岁，啊，93岁做生日的时，阮含伊伫食饭的时，牧师就讲，这可能是咱上尾摆的聚餐啦。啊，但是迄阵看起来人抑阁是袂歹的，身体还是不只啊健康吼。但是伊安尼讲，所以迄阵大家就感觉怪怪安尼啊。
啊到迄个伊是12月11过身的啦吼。啊，到差不多10月份的时，有一天迄个伊的助理打电话互我，讲牧师的身体无好啦，爱我去看卖啊咧安尼啦。啊，我就去甲看，我看，我精神无好啦，身体虚弱啦，啊，我尾仔甲牧师讲，你可能就是无食啦，食无够，营养失调吼，啉食无够。我甲牧师讲，你加食寡啦，加减猛啉安尼，精神会较好啦。啊，过一阵啊，迄个助理打电话甲我讲，牧师情形好真济啊啦，吼，啊，我就真欢喜嘛，我嘛有真济阮的朋友，就是牧师的学生，陆续拢有去甲探望安尼。啊，到12月份的时，牧师是12月11过身的啦。啊，到12月份的时，助理佫甲我讲，12月初2，助理佫甲我讲，伊身体无好，叫我去遐看卖。啊，我去遐看看，我感觉着拢共款咧，嘛是精神无好啦，骹手小可会喘啦。啊，讲最近食袂落去嘛，啊，我嘛是佫共款，佫甲牧师讲，加减食寡会较好势啦，安尼。啊，迄是12月初2的代志，牧师12月11过身呢。12月初2，我甲牧师看了，我要走的时，我感觉牧师就若像在讲做白话字的结论啊。伊讲咱走了伤头前，后壁的人对袂着。伊讲咱走了伤头前啦，后壁的人对袂着啦。所以这是12月初2伊甲我讲的。啊，12月11，我转去了，12月11的暗头啊，助理就打电话甲我讲，牧师过往去啊。所以等于是牧师要过身进前9天，甲我讲即句话啦。啊，当然想起来是有影啦，走了有较紧，无毋对啦。因为1994，阮开始学白话字的时，迄阵伫台湾对母语有趣味的人，其实是真有限啦。啊，尤其讲要全部用白话字写，迄阵佫较少啦。可能敢若阮伫南部遮的人尔啦。啊，牧师伫1994来了，甲阮教到2001年还是2年，拢总有培养过400个，就是有考试合格啦。牧师的考试真严格哦。牧师甲阮上课是拢用上白话字，啊，初级班佮中级班。初级班是教你好背音尔。啊，中级班就叫你爱写作文啊，一礼拜交一篇，啊，作文全部拢是爱白话字写的。啊，一篇作文200字，啊，伊敢若引准你毋对，差不多20字尔，超过就袂使，10%超过就袂使啦。啊，到尾啊要考试，要考迄个教师的资格时，是2篇文章。一篇就是白话字的作文，就像普通时啊在交作业安尼。另外一篇是伊加一个新闻，啊叫你甲迄篇新闻当然拢是华语的嘛，叫你甲迄篇新闻用白话字来改写。所以你爱注意迄个用词啦，注意迄个语法啦，迄若毋对就拢无去啊。所以安尼有通过才算是哦。伊才发一张叫做台湾语通用语教师资格。啊，伊讲溜得的啦吼。伊讲即张证书吼，即张证书伊即张证书有迄个白话字版甲英语版2版。伊讲即张证书吼是互世界承认啦，
因为伊有解说，伊讲这两个中国无承认啦。对啊，哦，我但是你会记得吼，看这个世技术，界，人拢会承认安尼啦。可是你会记得无？咱顶边见面是去参加即个电子乐牧师的特别式，伫迄个布袋教会，对，吼，对我印象足深刻啊。普通时吼，一个牧师过身，会有较侪会外人吼，对高雄驶到个2点钟的车，驶去到布袋迄个草地所在，去参加伊的告别式。迄天的告别式吼，我大家拢无位，到位以后拢坐袂，拢无够通坐，佮爱等外口佮设一个迄个电视安尼，大家来看吼。毋过吼，我迄天，而且我有来小可惊一跳啦，因为我无意料到讲，大家对迄个牧师的纪念会较尔特别，因为有几个教会吼有起来，其实因嘛教会办即个台语文化教室啦。吼，所以讲毋定，迄个推广，伊逐个月走去高雄。我想伊伫迄个嘉义遐所在，有几间教会，有咧做即个代志。所以是惊真怀念的即段历史啦，吼。兼且较顶咱若有机会吼，会当个伫咧讨论的中间，你若讲有机会，当讲伊的精神含即个巴克勒吼，即个文化遗产有啥物款的关联啦，吼。而且照我所知吼，长老教会的即个信仰个别吼，是即个电子乐牧师写的，是，无毋伊对。这吼，我是足建议大家去买一本圣诗啊，吼，2019年毋是2009的即本圣诗吼，因为即本圣诗是内面有要甲25%啦吼，25%的作品是台湾的即个作曲家还是遮的诗人写的啦吼，这是足难得。而且伊第12页的第15页的所在吼，又讲到即个台湾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吼，伊有较长，我念伊尾一段吼，可能这检测会当代表即个电子乐牧师吼。伊的信仰的精神啦，吼，当然伊较头前是讲即个上帝创造者吼，毋过伫尾仔的即段吼，我念互大家听啦吼，讲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甲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验。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遮个文字，迄个拜托迄个律师，你爱先甲麦克关起来，无我才会回音哈。破坏人暗灭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压制的人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欢喜。这是照我所知是伊塞的啦，要塞即个中间。把即个物件成做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安尼吼。安尼无较顶仔，咱搁转来，你若有啥物款的即个分享，会当过来讲吼。来，Jenny，请你过来转来吼，过来分享讲你安怎做国民外交好无吼？我应该搁来补充者，就是其实大家人拢咧讲巴克勒牧师对白话语的贡献，但是其实大家人拢袂记一点。上早开始伫咧台湾说白话语的人是叫做马尔格医生。所以呢，如果若无马尔格医生，若无马尔格医生因某，甲迄个李修牧师因某伊来说，
若无因两个查某人伫咧台湾咧杀即个白话字呢，台湾呢就无第一批妇女人、妇女的迄个团体开始去甲大家人安怎去教咩安怎写甲读白话字，所以其实是对马阿个医生伊的牧师娘，还有李修牧师伊的牧师娘才开始的。那迄个巴克勒牧师即摆会当互人遮尔看重伊甲白话字的连结，其实有真大的关系，是因为李修牧师伊到尾真早就过身，伊的太太嘛是真早去苏格兰，所以讲中营、中二、中营、女中，阁有台南新学院，后来即三间学校的算校长，也是讲有管理的人，就是巴克勒牧师。过来就是其实台湾第一代咧印即个教会公报的即个印刷机是马阿个医生，伊对 Glasgow 买送来台湾的。但是因为马阿个医生伊的身体无好，所以无法度搁再来台湾，所以伊才会交互迄个巴克勒的牧师来甲伊伫咧台湾就甲伊个组起来开始印刷。所以大家即马咱大家人在讲巴克勒牧师的时阵，其实莫袂记住160档，今年是咱长老教会伫咧台湾设教160档。今年的5月，就是阮新老朋友甲长老教会，阮有一批人，阮会来因会来阮的苏格兰爱丁堡，因为我有甲即个台南市政府，阁有新老朋友，阁有爱丁堡的市政府，阮就是用白话字甲英语伫咧巴克勒医生伊的出世的迄个所在。有设立一个纪念碑，就是为着要纪念这160档设教，伫咧台湾设教纪念。所以若大家人要探讨巴克勒牧师甲白话字的关系，我是感觉讲，大家人莫袂记台湾的台语白话字圣经，其实是马奥克医生伊用下门的迄个下门音改良了后写出来，所以咱即马在看甲读的即个台语白话字圣经，其实是马阿哥医生伊的原本，伊是伫咧170年的时阵写出来，对，迄个巴克勒牧师是甲后来才开始来去叫大家读即本圣经的，所以照讲就是讲，巴克勒牧师伊是这白话字，毋是伊发明的，不是，伊是最主要的一个使用者。白话字是苏格兰的一个牧师。咱庙遐就有咧用嘛，佮收到即个厦门，佮传来，所以即个白话字的即个文化传统，拄则即个维文牧师、维文教授嘛有讲着，因为越南遐有共款迄种的传统啦。而且大家人毋知影讲，其实呢，长老教会、苏格兰长老教会，伊甲即个400当前来台湾的迄个荷兰诶，迄个新教。其实阮是共一个系统的，阮拢是叫做迄个John Knox， 因拢是新教的迄个系统，拢是共款的迄个 Luke 迄个系统，400当拢是新教。迄个时阵400当前来台湾，迄个荷兰的迄个牧师伊写的新港文。就是后来流传到200当后，伫咧苏格兰遮的牧师，因开始甲伊改良了后，变做白话字，所以伊这规个传统是有400当，毋是单有200当。所以大家人无了解是安怎白话字是遮尔重要。如果台湾人要讲台湾人有400当的即个历史文化，佮要去讲即个母语的根。佮去袂记哩，其实白话字才是真正有即个特殊文化概念的
即个历史文化上要甲伊放杀，我感觉这是真毋对。嘿，所以因为我后壁是因为我其实头先真正是一个足自私的想法啦。我干那想要武政治，我干那想要利用咱教会来甲台湾甲英国甲伊 link 起来。到尾我发现讲，我意外的发现啦，后来我发现讲，其实苏格兰甲台湾，伊除了伫咧即个宗教会当安尼交流去，其实伊个 deep down， 伊上深的迄个赞助，伫咧语言的部分是共款拢去用压迫，嘿，就是台语嘛有受着压迫，阮苏格兰的迄个语言嘛有受压迫，所以我后来才会开始，就是要写话本的时阵，我才会开始去甲即个台语甲苏格兰语即个历史文化去甲讲出来。对，我才去，我甲翻头，去看苏格兰的即个语言，Gaelic 的语言的迄个政策，去读因的迄个Gaelic 的迄个 White Book，所以才会去看到，所以苏格兰人因对因语言，佮有因即个独立运动，因是安怎去 reconnect？对，我感觉这台湾人一定爱去研究。想目前United Kingdom 上先讲的是 Wales， 就是威尔斯语，嘿，所以对，所以我就是大家探讨包括了150档，其实毋通袂记去把握伫咧台湾涉及160档，白话字是对，佫较早。所以是咱算真好运啦吼，咱去有即个系统吼，就是讲离即个世界即个本地是拢是罗马教会嘛吼，即摆开始科学开始安尼发展起来时，颠倒罗马教会袂当接受这科学家的新的发现，所以有几啊波的即个启蒙运动啦吼。迄个就是叫做科尔文啊，凯尔文，对。真特别啦，伊真注重教育，真注重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佮办大学所以因即个传统有哪时阵刷来台湾，而且因对宗教的即个看法，因比较较有包容性，佮较理性，所以就是讲咱即个长老教会的即个系统是有注重读圣经，注重理性，或者是咱长老教会的。咱即马时间剩无济所以敢会当你来讲一寡迄个你安怎甲这个苏格兰这个市长伊是议长还是安怎？议长甲市长哈，对。来甲咱高雄台北交流这个机会然后了到台北无台北即摆了咱落来咱较请咱这个武淡面即几款有要补充啥物款无安尼就是要讲其实应该是对2017年开始，我就是有开始伫咧苏格兰的国会开始就讲出第一个论点就是因为迄阵阮就开始组一个犹太小组，就是伫咧国会内底。对，苏格兰的国会。国会无简单。我就伫咧苏格兰的国会内底有组即个犹太小组，就是去 lobby 因一寡对台湾较友善的一寡政策也好啦迄个时阵我就是第一个就甲因讲，其实台湾甲苏格兰有真深的关系是对马雅各以前160档开始的，对迄个时阵开始，因的政治人物第一件听到，所以台湾甲苏格兰有啥物关系？就是甲英格兰无，就是第一摆听到即个差别的，就是苏格兰做 proud， 对，我就甲因讲，苏格兰人创立一个叫做长老教会，苏格兰人若无甲长老教会出来台湾就无。
民主，因为做在台湾啊，因为阮台湾第一代民选的总统就是李登辉，李登辉就是长老教会，啊，过来就是台湾伫咧即个民主的过程当中，就算伫咧日本时代在对抗威权，也是讲习平政治的时阵，拢是长老教会的教导徛伫咧上头前，在做牺牲，因为长老教会自古以来，才会宣教书对古早时代，就是有迄种你会当甲我烧我的身躯，但是你无法度烧我的精神，迄种的 sacrifice 的迄种精神。所以苏格兰人把这种精神带来台湾，透过这个宗教安尼，所以我迄个时阵就 convince 遐个国会议员，就是苏格兰的政治人物一定爱realize 因的祖先对台湾有足大的贡献，毋是敢有即卖现代咧啉威士忌安尼尔，嘿。所以就是对迄个时阵，因就开始认为讲，因就开始了解讲 ，OK， 所以台湾会当透过各种的文化交流，其实长老教会伊真本土啦，所以讲伊有足侪物件会当甲所个文化做交流，过来就开始有音乐、艺术迄种的交流安尼，慢慢就是开始去找台湾理念较会合的一寡政治人物，嘿因为我本身是住伫 Edinburgh， 对，佮有马格鲁斯伊的后裔，就是迄个甘纳孙路，对，伊迄个时阵嘛是伫前仔我去国会会带伊去，因为伊就想要倒来新老病院看因阿祖伫咧台湾所建立的即个病院。对，伊就来找我安尼，所以我就有就是有互伊一个倒来台湾看即个台湾的即个阿祖所建立的即个所在的一寡寻根之旅安尼。对，过来就是后来陆陆续续啦，就是像当然马个后裔个有巴克的因的后裔，就是因拢，因为因拢是伫咧即个阮的即个长老教会的系统所以因嘛会甲我介绍讲，因迄个当地的语言啥物的，对阮就开始拢对遮开始一直去安排安尼对就是对就是毋知是安怎，反正就是行到后尾，阮就是甲迄个马个伫咧伊出世的所在，甲伊挂一个纪念牌其实大家人拢毋知影挂即个纪念牌实在是足困难的，因为伊是挂伫咧 Edinburgh 上闹热的街路，就是伫历史的建筑物顶悬，就是伫咧迄个伊的迄个厝顶悬安尼，所以世界各国的人行来行去，拢会当看到迄个牌安尼。顶悬就是写台湾嘛用白话字写新老病院安尼，对，所以中国是真无欢喜啦，对对，敢是开讲伊到个牌讲去拔落来，敢有？无啦，无拔落来，无，因家己是伫遐放热尔，嘿。即摆遮个文化交流，敢有搁咧继续？含高雄含即个。目前就是阮5月去遐，就是一个迄个当然会，我是毋知影讲因阁有安排，但是会啦，就是拢有爱安排，但是就是爱等迄个有新闻你才会知影，因为阮若想早讲，有当时中国就是拢会去破坏，对。我知影因今年拢会去高雄甲台南，台北我是对台北应该袂来台北中国啥无需要多谢 Jenny 的分享嘛感谢你安尼为台湾做遮好遮水的遮和平外交所以咱即摆魏文含迄个张医生反正有啥物款的
要做一个结论无吼？啊，然后咱较来开放大家来讨论安尼吼。对这梁光兄有讲到咱真好运啦吼，这是甲教会有关系嘛吼，因为长老教会来，伊伫日本时代就挺这个被殖民者挺台湾嘛，伫国民党时代伊嘛佫挺台湾人嘛，这是真好运的。啊，我即摆要讲一段历史，可能嘛是真好运，毋过有可能真侪人拢毋知影。日本摕到台湾这个殖民地是后一摆，伊摕到殖民地，所以伊无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伊就去问世界足侪殖民地的人，就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嘛。吼，迄因两个殖民地上济嘛，伊就去甲因请教，讲我要来统治台湾啊，请问恁认为安怎统治较好啦？啊，所以英国人就教伊一套。啊，法国人教伊一套，尾啊，日本就是经英国迄套，这就是咱的足好的好运啦。好加在伊经英国迄套，英国的殖民地尾啊拢变足赞的嘛。你是讲西班牙啦，吼，另外迄套是西班牙，另外迄套是法国，法国啊，英国甲法国，法国的殖民地拢伫非洲嘛。所以法国的殖民地尾啊拢密密麻麻，到今嘛佫密密麻麻嘛。但是英国的殖民地像加拿大啦、像纽西兰啦、像澳洲啦，拢袂歹。啊，日本人就是采取英国迄套，所以咱台湾这就是原来算一个好运，历史的好运啦。我安尼补充多谢。啊，其实是这个叫西班牙是迄个宣教的地区吼。嘛无像咱遮尔啊好运啦，啊！你甲看迄个西班牙去宣教着遐物件，拢到暂时拢抑个比较上，较无较尔啊发展安尼啦吼。来，伟文，请你来做一个结论好无？啊，咱较来开放，互大家来发问安尼吼。好，真多谢哈。迄个咱前几个月哈，我有编辑一本台湾文学的金选照啦哈。啊，咱就是甲1920年代进前一寡白话字的文献，较有代表性的，咱有甲捡起来，佮甲分类啦，吼。啊，即个咱嘛佮有甲附 QR code，有真人录音爱当听，吼。啊，会当看伊的原文白话字，佮听声音啦，吼。啊，所以咱若是对着迄个年代，吼，就是巴克牧师因迄个年代的白话字的原文。真有趣味，想要了解讲因百外当前拢是讲啥物议题，遐个议题呢，较真呢，真侪咱佫真下用啦，吼。譬如讲要讲性别的议题，对盲人的教育，也是讲甚至对着这精神的保护，人迄动物权吼，迄百外当前咱都拢讲过啊，吼，毋是咱即摆才有即个保守精神的即种的概念吼。啊，这呢嘛是会当互各位来做一寡参考啦，吼。这本册叫做《台湾文学的金选集》，专门收录1920年代进前呢，一寡白话字的一寡较经典的即个作品，以上简单补充。好，多谢。好，安尼吼，咱大家咧准备的吼，请你举手啦，吼，举迄个电子手吼。啊，我想来过来 follow up 一个问题啦，吼。即摆教会公布遐个 archive 啦，吼，敢是放伫先代遐个server， 毋是，伊这有分几啊下啦，吼。上早是先代李英昌教授，因为去收集，因为才有4档的时间去收集，收集来遐纸本呢，尾啊呢，佫有甲数位化，数位化有分几啊批啦，吼，因为伊一届经费无遐济吼。上头是由杨文元吼，中教台语系杨文元教授遐。因做第一批，佫来第二批，由即个廖瑞明教授因遐嘛有吼，佫来迄个李金华教授呢，因伫书台遐嘛用一个白话文诶，即个数位化吼，所以有分散过来所在吼。即摆当然上济是伫即个文学馆遮啦，吼，就是即个台南诶，即个台湾文学馆，伊大多数拢有甲数位化起来，吼。多谢。
来咱明年兄，我看你有举手吼，请你讲。我补充两项意见啦吼，有听有无？我补充两项意见。拄则吼，你讲这，我感觉有真侪感受啦。台湾今年吼有出版一本叫做《热咱遮的目屎》啦，迄是荷兰人吼温斯庙牧师两个爸囝，而且传教温斯庙牧师的日记啦。啊，拄仔咧讲要来荷兰，要来台湾，就要经过这个。迄个巴迪维亚吼，人印度公司啊，内面有苏格兰的人啊赞成啦。拄仔我印证伊的话啦，哦，印证遮真伊的话啦。伊嘛有决定权，就是讲要来台湾传教吼，伫印度公司嘛要经过苏格兰的同意啦。啊来遮吼，因都主要会是迄大目干啦，因为团队，所以讲400年前的历史，基督教传教都有啊啦。你若迄个吼。天瑞出版社跟荷兰就是类啦，迄个荷兰的王小姐写的，啊内面一寡主干拢是阮。你是讲爱经过荷兰人东印度公司的同意就对啦，哈。对，嘿，啊内面有真侪宝贵的资料啦，吼，内面啊迄个一寡，迄个将来条个迄个专栏作家是林昌华牧师啦，有好了，阮即摆目前的教务长啦，我即摆教务长啦，国西新南园的教务长啦。啊，伊就印证你讲的话啦，是对的啦吼。啊，过来讲，过来我补充这个第二个牧师上大讲的，你都讲无对啦。伊讲教会，我的教会就是叫创办的啦。你有看我这个牧师的哪有安看对袂？诶，这就是第二个设计啦。1989年吼，阮这林义良发生海难了后，第二个牧师吼。就向世界要求募款啦，啊，设立义工电脑教会，阮的教会书拢是电子约，哦，就是伊是创办人啦，阮的教会书拢写电子约啦，伊就是算讲伊就是所有的宗教，啥物拢开始创立义工教会啦，即么义工教会，我的教会，电子约是真重要的人啦，啊，电子约到尾期吼，真济我尾啊，拢我2000几年吼，我去台南吼，拢去。迄个圆环边的富城古色店，啊，伊住伫边南城边仔尔嘛，有人知影嘛吼。啊，就是我，伊拢会来走来找我啦。我两个就开讲，尾啊，伊较满意来台北吼，为什么代志拢伊较老啊啦，拢找我介去啦。亲像廖东山啦，要吼破病住院啦，啊，伊嘛讲找我介去啦，伊介者毋敢行啦，较老啊，真就拢找我介去啦。因为迄时阵伊伫南城嘛，哦，咧开啊，我是伫台城啦。我是伫当时人伊咧开啦，啊，所以嘛知影我伫开即个话班啦。迄阵即等于讲，阮牧师转来来先做教务长的时，我去遐教啦，啊，所以嘛知影，啊，所以我甲伊尾来，伊尾来交流真深啦。因为正讲伊对阮这义工教会是讲是一个创造义工教会的运行啦，吼。我先讲者，我先讲大家吼。多谢阿今天的补充，或者这历史无人会去想到吼。咱只有看到即个王伟平吼，啊，伊是咱后礼拜吼，咱后礼拜是第2讲吼，会请阮教会牧师陈宏伟牧师吼，啊，佮请即个何信涵吼，啊，佮请景南孙即个少年做来对谈啦吼，咱伟平请啊。大家好，各位先进，大家好，就是拄则听大家分享吼，真正是真精彩啦，就是我就是听迄个 Jenny 讲，即苏格兰迄边教会很重吼，我感觉是真趣味，受一寡问题吼，毋过就是头起先挨杀一个，就是迄 Jenny 就是正是真多谢你，就是甲阮这边联络，搁送册互阮吼，都真正是真多谢啊，就是拄则听你讲，就是伫你一开始伫苏格兰迄边吼，就是想要去找一个教会吼，啊拄着就是讲，就是因讲家己的话，就是因讲因家己的咱人话，安尼你都无法度理解因伫咧宣教的内容嘛。这边我就是真好现咯，就是讲你即马伫苏格兰已经在地有
几若档啊，伊观察嘛是应该是有即真济吼，都是苏格兰诶，这因为嘛是互这英国人殖民嘛，啊，因一定嘛是有一个足长诶历史，就是讲这对抗这若是文化还是语言为这南边来诶这殖民者有一个足长诶对抗诶历史。你即马伫观察就是现代诶苏格兰人是安那看待这段历史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听起来就是各有教会，就是长老教会系统是各有使用这假历伫宣教嘛。啊，你感觉这就是讲教会甲这对抗这实名的这过程当中，是毋是有一寡牵涉？就是你的观察是啥物？啊，我想讲，就共款的问题，看是这魏文教授，你对这越南的历史嘛，真有研究嘛？是毋是嘛？会使分享一下，就是对越南人来讲，就是这对抗一开始可能是这法国的实名啊，后来可能嘛是有中国的威胁。这敢有一寡就是甲这个教会、甲这个使用白话字做的一个武器，敢有一寡就是会使分享的所在。就是啊，安尼咱先请 Jenny 来回答啦，吼，来请慰问啦，吼。啊，其实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因迄个历史吼不加复杂啦，吼，所以有时也是迄个苏格兰的去英国去做头安尼啦，吼，所以所以这不加复杂，我无讲足理解呢，我是干那知影讲迄个关系吼，毋是算讲真复杂，毋知看要用相关史观来讲安尼啦，请 Jenny 你来回答。我叫你拄则问的问题啊，其实我足早之前，我有伫咧龙岗遐开的论坛，有去讲2摆，就是苏格兰的历史吧。应该龙岗遐有印象，足早真正咱即马吼，即马迄个咱去 YouTube 吼，去找咱个找会着。啊，你去个 YouTube 吼，啊，你个做取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啊，慢慢找应该去找会着，嘿。就是我有介绍苏格兰，因为其实这个人我甲我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啊，你敢有赞成苏格兰独立？嘿。对，都这人甲问这个问题，啊，过来就是苏格兰长老教会伫咧即个独立运动的即个政治议题顶悬，因为伊2014年咧投即个公投时阵，长老教会有一旁的牧师有来阮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就是这是算个观察的迄个 group 有来看。苏格兰长老教会伫咧即个公投的议题内底是安怎咧做参与？因为迄个时阵，遮个牧师足趣味的，因为想讲有一天台湾的长老教会嘛爱安怎扮演即个台湾独立的时阵的即个角色，对啊，其实这有足大的问题啊吼！啊，伫咧2014年的时阵，逐个人应该毋知影，苏格兰是第一，就是阮苏格兰有家己国会，啊，阮苏格兰国会甲 Westminster 的国会是两个无共的国会，啊，所以阮苏格兰会当管理家己所有的物件，啊，但是即个2014年即个公投是第一摆应该是苏格兰的国会，伊是1999年的时阵才重新开始搁有诶，要若无伊伫咧1706年诶时阵，伊是苏格兰人诶上议院顶家己甲即个主权交互英格兰人诶，所以对即300当来苏格兰人是无国会，所有诶权利拢是伫咧 Westminster 诶即个Parliament 的决定。一直到1999年，苏格兰才重新有国会，啊，
1999年2005年才开始有恢复复振即个假日嘅语言 ，OK， 过来到2014年才第一摆投即个苏格兰的公投，你开始有重新去教苏格兰历史，一直到来投公投，这是爱有10档的时间 ，OK。迄个时阵投出来的比例是45%甲55%。OK， 过来，安尼家己开始重新去改教假日，还有苏格兰历史，过10档后就是即马2025年，阮阁有一个所谓，就是讲如果若即马阁来投一摆公投，安尼公投的比例会变做几趴？即马变做50%甲55%，就是即马安尼看起来的trend， 就是讲有开始教苏格兰的假日的语言，阁重新教家己苏格兰的文化。每10档的迄个对自我认同的变化是有关系。所以咱来去看苏格兰安尼的历史，佮重新来看台湾的历史，这是有效的。所以语言一定爱佮教。你讲苏格兰长老教会伫咧即个歹势你拄则的问题是苏格兰长老教会无啦，主要就是听你讲你家己的观察安尼尔，就是因为我对这实际状况是完全无了解啦，就是是有啥物牵连，还是无牵连，就是看你对，有做大然后其实苏格兰你若来苏格兰，你会发现苏格兰人因有发展着家己一种英语叫做 Scottish English， 就是苏格兰的英语，所以这个 Scottish English 伊家己阁有出字典哦。伊就是内底伊是虽然是 English， 但是伊是苏格兰的假日加 English 的 mix，所以当我现在会听无，就是像咱台湾人咧教台湾人讲话时阵，阮会讲台湾华语，就是你讲阮台湾人会切4种语言咧讲，台语、华语、日语、英语。所以我会，就是如果若对一个外国人，就是阮翁安尼来听阮所有的台湾人在对话，伊是听无。对但是阮台湾人嘛，真正要去教一个用北京话去教顺咧北京话的人，讲华语的人，阮就是搁切换另外一种 mode， 对毋对？对，所以伫咧苏格兰嘛是共款的状况。所以我第一摆去咧因苏格兰的迄个教会牧师，毋知影，就是毋知我的即个 background 时阵，伊当然是用 Scottish style 咧讲的，我是全部听无。但是后来，多谢你的声音可能慢慢啦，internet 的 connection 无好啦。安尼伟平伊讲安尼，你有满意无？歹势吼，真多谢，别嘿，这真。我会等点半钟来结束，无煞无法度吼，甲大家拖较晚吼。所以咱就请即个伟文来做上尾结论啦吼。请咱咱即个讨论吼，咱后礼拜会搁再继续啦吼。足期待伟平含即个丁吼，有哪会来含咱做伙对话安尼吼。所以请对即个议题有趣味，咱后礼拜等搁继续来讲吼。所以无咱即马就最后，咱就请即个伟文来做结论安尼吼。好，即个罗马字吼，对越南即部分啦吼，因嘛有经过无共的阶段、无共的认知啦。上早前呢，法国人拄来伫推测罗马字嘛吼，因拄开始是排斥的，越南的在地知识分子拄开始是排斥的，毋过经过几十档了呢。豆呢，就差不多20世纪初期的时阵呢，因开始反省着讲
因迄个时阵中国已经没落啊，伊发现讲汉字世界已经毋是世界强的国家啦，即摆大是西方，尤其是迄当时的法国是主流啊所以后来因的知识分子伫20世纪初期开始觉醒，所以因伫1907年因有做一个东京协会，东京艺术协会啦，类似台湾的迄个台湾文化协会，但是比咱较早1907年。因其中有一个，因的宗旨就是要推崇罗马字，就是因感觉讲这罗马字虽然一开始是西方传教士来，尾也搁市民者嘛来继续用的，毋过罗马字迄是文字工具尔嘛，咱若甲摕来用来做好的，对着咱越南要提升民众的知识，提升教育，提升因的爱国的意识，佮因的民族意识，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因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开始就是咧推崇越南罗马字啦，尾啊咧，当然就愈来愈济。到1945年，因伫即个8月革命的时阵呢，取得胜利因宣布越南独立了呢，过无偌久，就是由即胡志明就宣布废掉汉字，废掉法文，改用罗马字。为什么伊当时要用安尼呢？因为迄当时嘛有一个关键啦，就迄当时。战后的时阵呢，麦克阿瑟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去接收越南以及台湾啦。越南这段历史较早咱都无讲到啦，咱较早拢敢讲到台湾佫是讲什么开罗宣言，毋过其实是根据第一号的命令，所以当时蒋介石嘛派20万的军队入去啊，真正有迄笔控制北越啦所以当时胡志明就真紧张啦所以尾后来伊当然是利用法国的力量，甲蒋介石赶走因为蒋介石迄当时入去是敢代表联军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嘛。虽然伊有阴谋啦，伊有暗算要甲越南占起来，但好在迄当时胡志明介巧伊就设法利用法国的力量，甲蒋介石赶走了呢，伊伫迄个时阵也发讲越南袂使阁用汉字，因为汉字迄摆呢，对越南政治文化拢有顾虑啦。譬如讲蒋介石迄当时迄摆街仔路面拢看有全部拢用汉字写。中国兵伊拢知影，伊来到倒来到河内，来到啥物庄头，要掠啥物人，啥名拢汉字伊拢看有今仔我若甲全部看板全部拢甲换做罗马字上无呢，中国人要入来伊看无啦。伊来个学越南话啦，要学越南话上无个学几啊冬啦，学嘛学袂焦头啦所以呢，伊迄当时除了政治上宣布独立了，伊虽无偌久，就虽宣布废了汉字，全部改用罗马字。这是有史以来就是越南的家己的政权伊宣布用罗马字所以为1945到即摆，越南罗马字就变做即个越南的官方文字而且这无可能阁转去到汉字啦。无可能为进前前几年，为一寡较统派中文报纸讲伫越南做后悔啦，讲后悔放弃汉字，无用罗马袂使，迄拢中国人家己恶白编的啦，无影啦。其实越南无可能阁转去到汉字啦。你若去甲做调查，无可能所以简单讲就是讲，对越南来讲，语言嘛是真重要的抗中的一个工具啦，所以这我嘛是主张台湾长期落尾嘛是爱脱汉啦，嘛是爱废掉汉字，这会当成做台湾的一个真重要的文化抵抗的工具啦。你看即摆遮尔济假消息因为你用中国话虽然你台湾用繁体字，中国用简体，电脑都当翻译伊真简单，你即个讲伊10分钟了，随甲伊做一个假消息出来。今仔咱若全部用台语搁来拢用作罗马字伊来等足久诶，伊要用假消息，迄时间就拖足久搁袂准啦。所以呢，这嘛是真重要为国安的角度来讲提倡台语文，搁提倡罗马字嘛有帮助。这前例上有名就是越南啦，韩国嘛是啦。然后机会再过来讲韩国，韩国越南拢是做有名诶，废掉汉字正做一个文化抵抗中国诶一个工具以上我来简单安尼补充落来。多谢今仔日这3位武淡民讲拢真精彩听无够气的，咱后礼拜咱过来继续啦无今仔日就到这为止。
好，再会。好，多谢罗拉。迄个伟别，你即摆嘛是江南书院的理事哈？哦，唔是呢，我正经是啦，毋过即马都毋是啊，即马都会员尔，好，啊，你是住伫对？就是住伫个生活室，住伫北角区。生活室 ，OK，啊，所以恁遐大家要组织真方便嘛，吼。就是一寡有志做定啦，就是袂歹啦。即马有足侪时间会使做，哇，那真好，真好。啊，所以咱即个论坛会当请即个江南书院来帮忙啦，吼。有啦，明汉有甲大家讲啦，就是即马都是欠人啦，所以就是有一寡代志吼，当然嘛是想要帮赞，毋过就是惊讲就是人无够，敢有法度，